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3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中市南屯区伫饭店点外有民众驶上仔车冲红灯，去弄到一台乌托摆人过绕跑，骑乌托摆2人当伤，驾驶被互抓着上班。最近的上强冷气团拜六到后礼拜影响台湾，可能会出现10度的低温，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落雪。美国总统的当选人川普让被当后，又个第2届和美国的《时代》杂志选做年度的风云人物。要提醒乡亲哦，最近上强的冷气团伫拜六到后礼拜一会影响规台湾。到时阵哦，咱全台湾平均的温度会降到11度到14度，东北部甚至只有10度。气象署预估，到时阵哦，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会落雪。玉山游客中心的一时影像，会当看到民众规身躯包条条烧焦来佚佗，看有落雪机会无？因为拜高铁光的时，玉山有小可结霜。气象署表示，礼拜暗时甲拜铁光这段时间，因为水汽有够，温度够低，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看到落雪。那温度表现上呢，这段期间也是相对之下比较低温，所以比较偏向是16号的清晨，15号晚上这段期间是有可能在3000公尺。像这样子的山区有出现降雪的可能性在。若是关山有机会落雪，北地天气嘛是冷叽叽。气象署表示，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拜六礼拜到后礼拜一全台大降温，北部低温会来到11度，中南部上低温伫13度至14度，东北加局部地区嘛有可能出现10度的低温。北部的区域呢，我们目前预报上面是有11度这样子的温度出现，甚至在一些比较局部的地区哦，14号晚间到16号晚间这段时间，不排除在苗栗以北、宜兰花莲跟马祖的部分小块的区域会出现接近10度这样子的温度。也若是未来落雨的状况，气象署表示，拜六礼拜北部宜兰地区会开始落雨，后礼拜一换东半部的雨会落袂停。气象署嘛提醒未来每3天至4天就一波冷气团，提醒民众爱特别留意温差的变化，避免感冒。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台中市南屯区中央路永春南路路口，伫饭店点外，一个22岁民众驶上仔车去冲红灯，弄到一台乌托摆人过绕跑，骑乌托摆2个人当伤哦，过急救，警方已抓到这个驾驶上班咯。监视器拢有翕落来，白色休旅车驶正紧，撞过车路，含这台乌托摆相撞，骑车的2个民众倒伫涂骹，驾驶也拢无落车来看，颠倒是赶紧离开现场，佮甲这2个人交过去。因为弄到落来掉咧吼，2个人倒伫遐拢倒伫车底，阮搭滑的时阵，伊佮目裤都交入去啊，佮目裤出来，佮硬出来。救护车赶紧到现场，将2个人送病院。细楼的民众骑乌托摆，伊伤势较严重，真侪所在骨折，也若互伊在生气女性是真侪所在挫伤，搁伫咧病院治疗。13半暝1点外，调书22岁姓黄的查甫人，伊赛车经过台中南屯中央路加永春南路路口，就可能是撞过红灯弄到这小在乌托摆。这2个民众互伊卡伫车底，就算边仔民众一直发休爱伊停车，调书的驾驶也是甲这2个人交过去，做伊来逃走。应该是从这个方向撞到，应该是这里的，他有压到一个拖行拖到那边。警方锁定查甫人的身份，去到睡厝的所在抓到伊。伊也辩解讲，迄天天色真暗，唔知影家己有去弄到人。肇事驾驶向警方供称，有发现车子有被东西敲到的声音，以为是石头敲到车子。而其认为没有什么事，就直接驶离。警方有对双方做酒测，排除有驾酒赛车的情形，也若调书原因阁需要调查。调书驾驶也奉依照调书道依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也针对弄红灯的部分依法依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霸凌的事件是一件一件逼。来看花莲一间国中的主任，因为学校时间上过长，影响到上课的品质，互投诉到县政府的信箱。这个主任怀疑讲是学校一个老师去教唆的，所以伫学校就黑白骂这个老师。有人去向媒体逼讲学校有这件霸凌的事件。这个疑似工课场霸凌案是发生伫顶个月28，花莲一间国中的总务主任因为互投诉到县长批箱，讲便所的工程伤差，影响到学生断课。这个主任要讲是某一个同事投诉，毋过老师否认，双方就伫办公室冤家两济。
这个都是这个总务主任的揣测。那是不是这一位老师来做这样子的检举？我认为这都不重要。那重点是这个总务主任来做影射，进而来做咆哮指责。我想这样的行为是最不可取的。学校第一时间就展开调查，发现2人早就拍不报，所以总务主任互检举了后，才会针对某名人。学校问老师敢要提出霸凌的申诉，不过老师无意愿，这个案最后无成案。其实就是2个这个老师之间的言语冲突，我们也询问当事人有没有需要提出这个职场霸凌的申请，那当事人也表示说，他不提出，因为我们认定其实这个事件不是职场霸凌的案件，因为2造的当事人并不是。职务隶属的关系。不过，这个事件无因为安尼收煞，也工者继续报给媒体，所以事件压出来了后，教育处开始调查。总务主任这边也许在沟通的过程的情绪用语上面，也比较这个过激。那这个部分后续也会请校长在提醒主任，未来在跟老师以及同仁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以理性良性的沟通。教育处强调，针对校内工程地书错音的问题，也会请各校尽量选伫休管休热无上课时间执行，较袂影响到师生上课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中共伫即礼拜一开始，伫台海的附近部署真侪海警船甲海军的军舰，咱国海巡署拢有伫监控。今仔透早有9只伫台海附近的中国海警船，拢已经驶回去咯。咱的国防部嘛统领解除各级应变中心的开设，代表讲中共大规模的军演暂时结束。伫正无好的海象之下，海巡人员提条件，注意伫平衡监控中共海警船的急安难。双方离上近就1海里，气氛真紧张。中共初九开始伫台海周边部署9只海警船，咱的海巡专程严密应变，无互对方紧急禁限制水域内底，一直到13透早全部离开。加上日本防卫省公布侦查，有6只中国海军舰艇穿过沖縄本岛甲宫古岛之间的海峡，登去东海。咱国防部参谋总长梅加苏12去国防部应变中心，统领解除各级开设，代表中共大规模军演活动结束。全强军这一摆无宣布军演，不过美国在台协会指出，程度已经甲过去大型军演规模同款，不过无认为是针对赖清德总统进行出国访问过境。佮呼吁中国避免任何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挑战行为。中国国防部是回应，是毋是举行什么时阵举行演习，由强军自身需要甲斗争形势自主决定。We need to be clear-eyed about China's ambitions. China is bullying Taiwan and pursuing access to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in ways that could cripple our societies. 新上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的第摆公开讲话当中，警示北约要看清楚中国野心，了解中国咧加强军备，霸凌台湾。Privilege of accepting a letter from President Lai to President Trump after the election, congratulating him, so that we didn't have a phone call this year like we did in the past. The president received it and was very pleased. 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上任进前，伊的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证实，家己进前曾交赖总统贺函予川普，指出这是台美未来4年互动的好起点。佮评估川普1点任的高阶人事布局，会有强大支持台湾的猎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举行，传出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甲9个中国的媒体记者信息无通过，陆委会嘛无通知讲敢需要报警。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伊感觉真危险。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要伫17正式开始，上海访问团102人，按算伫16到台湾。陆委会进前有条件同期举办，佮要求部分名单爱报警。不过说传出原本要随团的上海市台办新任主任金梅，甲9位中国媒体记者信息无通过，第一时间也无说明原因。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画下陆委会开大门行大路。去年我率团到上海去，也受到很好的接待，进行市政交流非常的顺利。今年上海团来102人的上海团，我们也很希望用同等待客之道，让他们全团进到台北，顺利进行市政的交流。
今天这样的结果，我们很遗憾。我们要对台湾的民主韧性有信心。昨天晚上收到回报说，这个许可证的合法90几位。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台北市府正式开始招10个许可证。今年6月中，迄时阵上海代办主任钟晓敏就派率上海访问团到台北为双城论坛探路。即马新任上海代办主任金梅等人审核无通过。台北市府表示，希望陆委会应说明原因。是刻意阻挡双城论坛的举办，完全是按照民进党的情绪在办事，也凸显了民进党的酸葡萄心态。而按照过去双城论坛在上海举办的经验，不管是随行的幕僚官员，又或者是随行的媒体，通通都放行。这也凸显了民进党呢是完全践踏民主自由。全台湾的人民对于自己的民主的韧性都是非常有信心的。那蒋万也不用去针对审查的部分故意呢乱带风向，那过程中必须要严谨。如果有一些行为脱序的话，那到时候造成的一些意外，是不是又要怪这个陆委会审查不够周延？那个机关有无共款的意见？到这个进程，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简单透露，对访问团无主动，拢是欢迎。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民进党团为着防止国民党团又搁要审查选罢法，透早5点就去议场排队要登记发言，搁占领主席台，望讲会当以民生法案优先。国民党团是批评民进党拢无要义民意，民众党团嘛提案要开会到暗时12点，甲今仔议程拢处理煞才散会。针对选罢法甲宪法诉讼法的修法审查，应该会搁来进行表决。国民党的立委大声发讲要开会，13立法院议会搁再出现朝野冲突，因为选罢法修法甲宪法诉讼法修法拢有排入去议程。民进党团烦恼在野搁再想要拼过关，一透早就伫议场的门卡口排队登记发言，7点一到就伫主席台甲门定调咧布阵。民生优先，让有争议的政治性议案搁置处理。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来防堵像选罢法这样的法案再次被闯关。民进党乱国会考戒严。民众党团伫议场门卡口举布条啊，大声喊口号，批评立委攻占主席台，影响议事的进行。那也不满立委徛伫民意的对立面。我们现在要通过的选罢法，事实上是站在民意的一边，而现在民进党党团以所谓的占理霸占主席台，强行不准通过、不准讨论，根本就是站在民意的对立面。你们是打算在国会里面搞戒严吗？任何议程，只要不依照民主进步党的意思，就要透过暴力的方式杯葛。用暴力的方式攻占主席台。立法院长韩国瑜调集朝野协商，哪样想要拼过关的选罢法修正，包含需要身份证的影本、人数更加严格，还佫有提悬罢免的标准，就是罢免的同意票要坐过当选的票数。不过哪里也小骂小呛，另外佫甲定调主席台后壁的2、4门，伊也拢刷好开。不过双方继续互相发声。虽然顺利开会，不过民众党团提出延会到暗时12点，要家己按拢处理煞才散会。其中包含民进党团希望审议的关系到运动部成立的行政院组织法修正，反对非法罢缴的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修正，动枪降税的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国营事业预算案等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妇人人，去年去一间诊所做手术，因为副作用又搁去高合病院做3届的手术，开上100万哦。这件医疗纠纷，台北市卫生局调解无成立，已经伫个拍官司咯。诊所是表示讲真危险，麻烦讲大家病人继续调解。这位女性伫去年6月到台北市内湖一间诊所，经过超音波的检查，发现有超过5公分的子宫肌瘤。了后，伫问诊医师的安排之下，伫7月中进行子宫镜射频消融的手术。女性表示，手术了后疼到身体拢稳起来，不过诊所讲会当出院，回去厝了后疼到前往高合病院急诊。肠子破洞了2周才开刀，导致我病情恶化，差点休克。我肚子当时痛到打吗啡都没有用，
有办法躺平，每天坐着睡觉，真的生不如死。我住院一共41天，每天不能吃不能喝，全身插着管，忙着机器。施小姐表示，互急诊诊断出腹内有长空气、腹内有水、肠仔破空等等的症头。伫原地诊所医师的建议之下，转到另外一间教学病院，住院10外天，病情继续恶化，紧急进行破腹探查甲小肠的修补手术，后续又搁到教学病院检查，进行2届子宫粘连的手术，加强4届的手术，开买8万块。也那施小姐经过病院检查，发现讲腹内的子宫肌瘤竟然搁低咧。施小姐指出，医疗团队态度冷淡，甚至连医调家己的病历资料拢受到阻挡。我们一定不会去推卸这个责任，但是真的，因为你要问我说为什么，我也讲不出。但是你如果不去做这个手术，又不可能去受伤，对吧？所以那一定还是我们会去负这个责任的。至于说病历他不愿意提供这一件事情哦，那本局也已经去函给这个诊所做一个行政指导哦，那我们就要求他说。这个病历的提供是诊所的义务。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件经过卫生局伫中调解，因为双方意见差伤济，调解无成立，由司法调查当中。也那诊所是发出声明，非常遗憾发生这个状况。本案进入诉讼庭事，当咧侦查当中，责任的归属交由主管机关甲专家学者来认定。本院会尽力协助，以便双方来调解。记者综合报道。婚姻未了，有民众检举一寡所在红乌白倒绘图，警方嘛查到3个土尾重林的集团哦，检方暂时起诉9个土尾重林，17个土地所有权人和管理人，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山脚车甲废土甲建材废弃物违法车起婚姻未了农地，因为不时拢会闻到臭味，去年陆续去互民众检举，检方发动搜索，拢总查到3组违法集团9个人，也有地主甲管理人17个人提起公诉。竟未赚取2000元不等之处理费，将北部营卷剩余混合物回填在云林县麦寮乡、口湖乡等处。回填面积达5公顷。伊啊，人也要吞哦，无法度啊。你若讲隔壁用个抗议啊，那人啊都讲无影响到你啊，你才咧抗议啊。检方表示，土尾中人是以免费囤土的名义去找有需要囤土的废弃云仔甲农地，违法甲废弃物揽入去废土内底，且一台收2000块的处理费用，违法项目已经赚数百万。沿海乡镇有多处非法倾倒及掩埋废弃物的状况。那本案经过检察官也起诉了相关的行为人及地主。那目前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侦办。环保局表示，最近这几年有业者用免费囤土也是犹太，去引起云仔甲农地地主请因来种地，实际上是来乱倒废土，后来个年代还引起检方起诉，和农民要囤土也是要找合法管道，避免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东沙乡自治组宫的神庙是农地违建，去年8月份，县政府强制拆除，却因为经费无够，无全部拆掉。有地方人士是发现讲庙方哦，那亲像有个树底下在动工咯。县政府嘛表示讲会来稽查。这个宜兰东山乡自治组宫后边一个大型神庙，算是农地违建。最近互人发现庙外观疑似搁上残，违建若无拆了，恐惊有安全记录，也破坏当地景观。有拆嘛，规个安尼砸着，人会感觉足奇怪。自治组宫起的神庙，去年8月县政府强制拆掉，却因为经费无够，无法度全拆，甲人拆到未用使用，互违建到即马依然伫田内底。庙方否认有个动工，庙的涉水原本就有，即马也是希望用争取神庙就地合法。至于申请辅导就对啊。系啦，继续申请辅导才会使的时才有开始批啊。那照宜兰县这篇违章处理办法，这个庙应该是第一顺位爱被拆掉违建。不过，县政府每年拆除违建的预算，敢若编列差不多200万，要拆这个庙爱上1000万，预算不够，敢若要求庙方家己拆，地数问题无法度解决。基本上伊都是爱排伫足头前的顺位，所以若是讲
县政府发现讲这是一个违章建筑，理论上都应该爱随甲拆除安尼。如果后续它还有新的施工或是持续制止不从的话，那我们也不排除依照建筑法还有我们的宜兰县的违章拆除办法，再做这个强拆的一个执行。县政府表示，每个月拢会去巡查确认安全问题，确认庙是毋是有施工，未来也会搁会勘，若有施工会进一步强制罪罚。另外，拆违建有3不高问题，县政府表示是照宜兰县人口甲面积来评估编列，并因为个案向增加，若无会互未来预算执行无完。若将预算拢开伫个案，也可能白摕拆其他违章的预算，会继续要求庙方赶紧家己拆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南韩总统尹锡悦红地做叛乱罪嫌疑人，昨伊个发表电视演说，伊无认为讲宣布紧急戒严是内乱，嘛指控在野党滥用弹劾弹劾国政，伊讲伊会战到底。执政党的国民力量党的主席是开记者会，表示讲会来开放党内针对弹劾案投赞成票。南韩总统尹锡悦12早起9点半发表将近半点钟的电视演讲，伊讲总统宣布紧急戒严令是属于地权的一部分，甲社兵权、外交权同款，毋是司法审查的对象。伊阁将国政限制被定党的责任转予在野党，讲在野党对真济官员发起弹劾，互国政被定党，正做机会独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早举行大选，伊是通过宣布戒严，守护自由民主主义甲宪政지난 2년 반 저는 오로지 국민만 바라보며 자유민주주의를 지키고 재건하기 위해 불의와 부정, 민주주의를 가장한 폭거에 맞서 싸웠습니다. 피와 땀으로 지켜온 대한민국, 우리의 자유민주주의를 지키는 길에 모두 하나가 되어 주시길 간곡한 마음으로 호소드립니다. 저는 마지막 순간까지 국민 여러분과 함께 싸우겠습니다. 事实上，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早伫尹锡悦向全国性演讲进前召开记者会，指伊无去请辞落台，但却正做唯一的选择。看尹锡悦的电视演讲了后，韩东勋向媒体表示，这回比起反省，更亲像辩解，更加确认尹锡悦无法度过执行总统的职务，呼吁党员对国会总统弹劾案投赞成票。 절차로서 대통령의 직무집행을 조속히 정리해야 한다, 정지해야 한다라는 말씀드립니다. 제가 另外，国民力量党的国会领袖，也就是党鞭邱庆和，进前对政局因为戒严甲弹劾陷入混乱，引咎辞职。国民力量伫个12举行新任党鞭选举，被归类是尹锡悦派全政党过半选票胜出。NBC 新闻的消息指，尹锡悦投票前后拢甲全政党直接通过，按过内容全政党无对外公布。这事件也惊动北韩，官方媒体11、12连续2天发布消息批评南韩政局。 北韩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报道，尹锡悦独裁政权无条度用性角度指向人民。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形容尹锡悦是假理，估计南韩戒严危机引起的社会动乱越来越严重。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 来看美国《时代》杂志昨公布年度的风云人物，是由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第2届来争做是年度的风云人物。川普表示讲，伊真介意这任务。川普的交接团队嘛正式讲有邀请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参加明年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也毋过中国外交部并无证实。 为纽约交易所开市卡证，美国准总统川普12这天下当讲是非常请缨，因为下当伫遮卡证，可认为是真明显成功的代表之一。而且美国《时代》杂志12日公布的年度头人，川普伫2016年头一届当选总统了后，第2届摕到这项功用。 It's really been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nd I have to say, Time Magazine getting this honor for the second time. I think I like it better this time, actually. Because
时代杂志对1927年开始，每一年都会选出年度头人。除了川普，今年其他9个进入决选名单的候选人，包含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英国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科技大头壳马斯克等人。过去2届摕到公认的，包含前总统克林顿、小布希甲奥巴马。川普是正做第4个人。历史上唯摕到3届的是带美国第2届拍败纳粹德国的美国前总统小罗斯福。这个公认毋是干那颁予正面形象的人物，所以纳粹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就捌伫二战爆发前一年1938年摕到年度头人。也那川普的就职典礼会伫明年1月20日举行，过去毋捌有外国的领导人参加。不过川普的高级团队证实讲，包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甲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拢受邀请出席。President Xi as well. Very good relationship. Thank you. 我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It's going to be up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to decide who's going to sit with him there at the inauguration, who's going to be there. We've worked really hard on this most consequential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习近平敢要出席，该较真。不过美国的媒体认为讲，可能会拒绝川普的邀请，因为出席的风险上大。毕竟西高身躯边会坐满对中国硬斗的国会议员。另外，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也证实，川普并无对罗西亚总统普廷发出邀请。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来看美国一个29岁少年人提摩曼，和叙利亚阿塞迪政府关7个月，最近互放放出来，伊讲家家内底有水有食物，也毋过拢会听到有人轰拍的声。美国政府嘛继续在找人哦，望讲会当来找到伫叙利亚失踪12天的美国记者泰斯。 Did you hear the voices of torture for Syrians in the prisons? Yes, I could hear the interrogations and the beatings. 伫镜头前向大家讲出伫家校内底情形，伊讲伊是7个月前互叙利亚阿塞德政府关的美国人提摩曼，顶礼拜是出现伫一部网络影片当中引起讨论。一开始网友叫是伊是12年前伫叙利亚失踪的美国记者泰斯，了后伊接受阿拉伯媒体采访承认身份，表示家己是行路非法进入叙利亚进行宗教雕像，才被拘留。伫家校期间受到真好待遇。 I had water, bread, cabbage, and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this Monday, or the Monday of this week, they took a hammer and they broke my door down. 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崩盘进行被关伫家家数千个犯人得到释放，其中包含无辜的民众甲异己人士。这伫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小镇的警卫队成员，拜四透早伫路边发现烫只脚的提摩曼，就将伊带回去治疗了后，将人移交给新政府。أموره الحمد لله كانت جيدة الصحية. طلب طعام أكل جبنا له النوع اللي طلبه يعني. 提摩曼伫密苏里州的教会亲友收到伊要活的消息，心情拢放轻松。美国政府是表示，目前咧确认提摩曼的身份。同时，美方经济谈判代表也伫这礼拜进行去黎巴嫩，希望收集资讯，找到2011年伫大马士革一个检察站失踪的记者泰斯。虽然即马无直接证据证明泰斯的生死，美国政府依然就抓会尽全力将人救回国。公司新闻杨冠编译。 当季奥运的趋势甲射击，逼出讲美国几个查某选手，互人卡来手来。因最近透过美联社出面指控教练性骚扰，嘛讲哦，虽然话已经是30多年前的代志咯，也毋过哦，这款文化一直都无改变。 越野趋势甲射击所组成的冬季2项运动，是正受欢迎的冬奥比赛项目之一。美国6个前奥运选手出来指控，女性选手去互教练性骚扰、性侵的事实已经30多年，而且当时因敢若15至18岁，还有一寡选手被迫结束运动生涯，还有一个少年女性运动员，互教练性侵了后想要自杀。这个教练虽然失职，不过后来煞互人聘请做美国拍奥国家队的教练。 You have to wonder, 35 years in between, how could that happen? How could the same story happen? And it's got to be the same people are in charge, or the same culture, or a combination. But what I do know is it's got to stop. 互教练性骚扰、性侵的女性运动员，因为挡袂牢出来讲出真相，毋是无互人重视，就是被迫和解，加互人报复。负责冬季2项运动已经33年的官员科布，去互选手指控，这种的亚女文化都是伊做得来的，而且科布所请的拢是家己的朋友。
当美联社甲询问的时阵，科普敢若用 email 表示，毋捌有任何运动员捌甲投诉教练的不当行为。这种回应，互选手真生气。We just need to get our stories out there, honestly. That's probably, I feel a lot of relief in coming forward, honestly, and just putting it on the table. 非政府组织美国安全运动中心是伫2017年成立的，目的伫检照美国奥运比赛时阵有选手甲未成年遭受性虐待。除了怀尔德，也有另外一个选手布托斯，拢指控伫几60年前发生的性虐待事件。美国安全运动中心讲，虽然已经过法律追溯期，不过因会继续协助被害人调查讨赔。被害人是讲，就算这个教练互人认定有这种的加害事实，煞敢会面临停赛6个月，不过因所承受的是一世人的痛苦，那真像无期徒刑。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再来看花莲香港的直航班机又搁开始飞咯。昨暗香港快运航空的班机载154个游客飞到花莲机场，花莲嘛有150个旅客飞去香港。头一班飞轮机人客超过85，目前一礼拜是有4班的直航班机。花莲机场的工作人员由红布条欢迎各开放的直航航班到飞，首航载154个旅客到花莲，要带旅客更较方便体会东部地区的好山好水。我们对这条航线非常有信心。现在是每周4班，过年期间两周，我们已经加到了每天1班。香港快运航空希望每个月应带至少2000个旅客到花莲。花莲县政府也推出真侪项旅游好礼，包含价值新台票1000个消费券，加旅游巴士路线，还有旅程折扣者的优惠。很欢迎这个香港的朋友来到花莲。过去旅客拢是为桃园入境，搁转坐大众运输到花莲。香港花莲航线重新开放了后，应至少先3-4点钟，旅客拢感觉真方便。东部地区的好山好水，也是吸引来者的主要原因。好山好水好人情，就特别吸引我。是想去看一下花莲的海吧，还有就是台东那边，就是品尝一下这边的美食啊。直飞航班也好，花莲国民的出国更加方便。当然啦，你在这边可以直飞，真的差很多啊，所以才有诱因啊。每年1月25到2月初9农历春节期间，每日拢有航班来回，一撮不到2点钟，一撮票价也差不多2000外到4000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有民众中午收到红单，佮爱家己去申诉，所以真不满就去向议员订情。结果调查发现，讲有2000外张红单中午开单咯。台南市交通大队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假批信的系统出问题，会来检讨。提出邮局件的违规罚款单，去用寄发的相片是同款，不过详细看，民众10月份就收到罚单，无想到12月又搁收到。同一件违规，所以6人出罚单，互民众怀疑是诈骗。可是我已经去缴过了，你们都没有记录吗？但是违规是我们的不对。可是当我们收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政府是怎么办事的？真的是很困扰，因为你申诉虽然讲申诉啊，但是其实不容易啊，通常失败比较多啊。民众打电话去交通事件集管中心问，佮要求爱提出申诉，找上议员的定情。初步查大概2000多件啊。那2000多件的话，你给他算啊，重复寄2000多件的话，一张28块，这也是一条钱呐。那是不是真的是2000多件而已？我认为这个还要让邮局去查证啊。台南市交通大队是解说，主要是邮件送达了后，爱将邮寄的状况汇报厂商。不过这次煞无接到汇报，厂商是因为红单2个月内有效期，才会第2度送达2度通知，只是确保当事人有收到通知单，未中途来处罚。邮局的邮务系统，它并没有回传说，我们9月份所寄的红单已经有送达了，所以我们才判定说，这批红单要再寄第2次的寄送，才会完成送达程序。台南市交通大队是表示，目前初估中户开单的案件大约2000外件。如果若有已经纳的红单，是无需要搁纳，嘛无需要申诉。另外，后续会加强邮件寄送的客查，嘛会向监理单位实施追踪红单结案的状况，避免产生第2次邮寄寄送的困扰。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来看新竹县新埔市场附近的巷仔，最近在修路，一寡店家无法度做生意哦，嘛造成有人无细里跋倒着伤。公所是表示讲会要求施工的单位加强警示，并将着伤哦卖负责。
民众才准备行去对面，行到一半，一时脚步无大好势，人就无细力跋跋倒。好佳在有好心的民众看到，赶紧甲人扶起来。不过民众的脚甲手拢已经受伤。跌倒的时候就很痛啊！幸好是一个那个先生过来帮我拉起来，不然我根本起不来啊。这是新德县新埔市场附近的一条巷仔，最近因为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单位甲原地地砖好掉了，却无随清走，也无留临时通道，那害人受伤。连附近店头家拢完工，根本无法度做生意。他施工前完全没有知会，没有告知，没有协商，来了2台怪手，前去后找，也没有跟我们说明事故要多少天。厂商都会相当注意不要再有尔后类似的情况发生，包含设置相关的便道，让民众可以做通行，还有相关的警示设施，我们都会格外来注意。我会加紧赶工，一定会在下个礼拜5，应该是12月20号的时候，311项就会完工。新埔镇公所有会师咧，也对受伤的民众感觉歹势，嘛讲会担起医疗责任，说落来会伫附近加强告示、设通道，来请施工单位尽量赶工，降低施工对店家的影响。记者朱君豪新竹报道。真侪民众会使用高雄的 iBus App 来查时间表甲路线哦。明年中，这 App 特别改版，未来新的版本未阁提供轻便铁路的资讯。有民众是感觉讲真袂方便，也毋过交通局是表示讲，新的 App 有经过3000多份的调查，应该是会当来符合民众的需要。来到公车站坐车，这位民众拍开手机，高雄 iBus 的 APP 软体看公车到站时间。这软体推出超过10档，登录超过10万届，明年中旬就要下架。以新款来取代，民众就要甲旧版的删除了后，还阁登录新的。新旧两款冇差别，亲切是旧版的页面会当看到轻铁的时间，新版只是已读，有使用者认为可能会无方便。有需求拿来用会比较好的如果假如说有需求没有这功能的话，就会影响到说什么？譬如说，我不知道他下一班什么时候到。白天都是一些老人家，老人家说真的，他也比较不想去弄这个东西。毛民众认为这是以公车资讯为主，使用上无受影响。但是早顺着大众运输的状况，外来客也是国外旅客嘛使用。民代建议应该整合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此外，新版本在使用观点也佫有网速上慢、容易卡掉的这种状况。删除了相关，比方说包含轻轨或捷运其他的转乘的查询功能，改成是外部网站进行查询。这当然可能就会造成部分民众会觉得说，原本我在 APP 里面可以一站式达成，为什么现在还要跳来跳去？调查了以后来做这样的一个 iBus Plus 的公车动态资讯系统，它的设计使用上是有回馈到民众的需求。市府表示，新版本设计进行过3000多份的调查，嘛针对旧版本使用者认为无方便的部分来改善。这个页面当中嘛会当看到轻铁的相关消息。网络操作的部分，则是每2个礼拜拢会增进的功能。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桃园推动一区一个指标公园，中立的公民公园是用7400万来打造一个什么年纪拢通使用的游戏区哦。也毋过，顶礼拜2才打启用，有民众指出讲有真侪设施安全有问题。设施看起来真新，桃园市推设一区一个大公园，中立区公民公园开7400万打造转年龄游乐区，有跑区，也就是搬走、跳碰床，还佫有厝楼啊。顶礼拜2才启用，有民众感觉袂歹，毋过原来有民众讲，这个游乐设施有淡薄仔危险。对啊，那个很危险啊，而且那个都是有那个尖尖锐锐的那个地方哦，觉得很危险哦。透明一点会比较好，但是跟材质有关系吧。那如果玻璃的话，夏天阳光又会热，还是看得到他们的身影，我觉得还好。议员表示，公园启用了后，接到真侪行民众တင်情，欢迎跑区，也就是搬走区、水泥的尖角，今日若走的时阵，惊弄着伤，也佫有树仔厝、厝楼仔区，因为看袂到内底，家长伫地面无法度注意囡仔的状况，普遍嘛有安全的记录。议员办理会刊，要求相关单位爱加强设施的安全细节。在一些游具的边边角角也隐藏着风险，小朋友在玩耍中碰撞的话，可能会受伤。
所以我收到反映之后呢，也马上要求有关单位要尽快来做修缮处理。里面的跑酷设施，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都有参考专业跑酷人士的意见。那所设计的边角形式呢，都是在跑酷时方便抓握的这个考量。要若是跑酷，也就是搬走这区已经有注明适用的年纪是13岁以上，敢有交回应，会伫等角的所在收好员。若是厝楼的所在用网仔型闸条的外口看会到，家长伫游乐区会当顾虑囡仔的安全。若是秘密树屋探路区，也甲奇幻树屋探险区，铺面软球，拢有得到安全检测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面对低出生率甲超高龄社会这两大挑战，卫生福利部今仔宣布讲，要开41第12间部立病院成立14间长照机构，要提供1900床的长期照顾的服务。未来长照3点控嘛，按时要开放补助中风、癌症末期的病人，上紧115年实施。台湾每年伫要进入超高龄社会，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2成，相当是每100人都有20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医疗甲长照需求恐惊会快速增加。卫福部13宣布要开40亿，第12间部立病院成立14间大宿舍长照机构，预定118年完成，差不多会当提供1900床的长期照顾服务，都是长照3.0医疗甲照顾合一的目标。除了原来有的这个住宿型的护理之家，那还有这个日间照顾等等机构，我们在这个住宿型长照的部分，一共有14间医院2000床的这个床位，来照顾未来这个老年人口的需求。卫福部表示，咱国为106年开始实施长照2.0，服务对象包括65岁以上失能老人、55岁以上失能原住民、50岁以上失智症患者、失能身心障碍者，也加日常生活需要别人协助的独居老人，也是身体较懒的老人。经过评估，符合失能等级第2级至第8级的人，未来长照3.0，除了本来的服务对象，也佫计划甲脑中风、癌症末期的患者，有得到永久居留权的外国籍专业人士，也是中阶技术人力加纳入。如果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中风个案，那他不见得有取得身心障碍证明，他们有提出说，可能这一类型的个案，也许也会有一些人有长期照顾的需求。长照司是讲，目前也搁伫持续收集外界意见，所以无法度推测适用的人数，整体财务冲击也需要进一步评估。预定明年6月会将整体长照3.0的计划提报行政院来审议，经过核定了后，一定后年115年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办理国小基本学历检测已经20档了。教育局是表示讲，未来会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出题目，望讲会当愈准来测出学生的能力。最近台北市嘛成立全台湾头一个国小教学评量研究中心，相关的研究嘛应用伫教育现场。是中文系教授吴捌讲理，台北市立大学教授帮永勉用 AI 创作出甲台北市国小教学评量研究中心致敬的歌曲。我不懂音乐 ，AI 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AI 有在调做的代志足多，文学院的教授对时代行，台北市国小基本学历检测高达20档，教育局指出讲，未来会加入愈多 AI 的题目。成立研究中心，学校嘛会当应用。我们看到新闻很多，老师可能命题上面他们有一些困难，或者会去使用题库，或者是使用旧的题目，这些问题。那我们未来用 AI 来产生大量的题目，可能我们就可以帮老师解决命题这件事情。研究中心表示，讲未来投资若有够，老师只要连起你中心的网络高算了后，就会当送考卷。说落来，就是用 AI 诊断测验的结果。它会帮你做一个分类，你就可以快速的去指导学生。这一类学生只是粗心，这一类学生需要多练习。台北市教育局指出讲，透过即时的分析，知影学生的弱点，就会当随加强教学，应对 AI 的趋势，互教学甲评量愈科学化、甲系统化。记者台北报道。
台南的好食物真侪哦，一般人的印象，台南人又搁爱食甜，以早捌是大都的民众上大考的都市。也毋过最近就有资料显示讲，台南各中小学生体重超重的比例有降低咯。台南市教育局是表示讲，这几档哦是正拍拼推动健康饮食的计划，毛学校增加运动的社团，毛校长甲老师带头做伙减重。早自修时间，教练带囡仔做田径训练，大家拢真注心投入体育运动。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逐工放学，有4摆学生参与运动相关的社团。因过台南市北互人讲是6都上大考的，为了要提高学生体位的正常比率，这几档教育局推出健康促进和饮食教育计划。根据统计，各中小学生体位过重，对110年的29%降到这阵26%。对身体很好，也可以让我这个身体非常苗条。然后也可以对身体有很多良处。今年的囡仔体重迄个比例有较低，所以表示讲，这个部分从午餐的饮食、选择，含这个体育社团的团队的囡仔的迄个表现，来协助囡仔，会当互伊得到较好的身体健康的发展。除了加开运动社团，嘛有教室外口放无同的球具，营造运动的环境。唔学生尔，高中后校长甲老师嘛带头动起来，因靠强璀璨保持规律运动惯势来减肥维持身材。校方内嘛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透过团体力量，互咧减肥的学生更较有坚持的毅力。1年之间，我想应该有超过6、7位老师，总共减了差不多快100公斤。我们学生的部分，我们有这个叫健康体位的运动，体位哈，那么 BMI 超重的话，我都会由卫生组跟健康中心安排这个一系列的课程。同学也有减20公斤。内底学校的校长、城市教育局长嘛，拢亲身来带领着大家人来做这个健康的运动习惯。未来教育局嘛会继续来推动。囡仔的体重一部分是先天带来的，另外嘛参饮食有关系。教育局讲，因会加强囡仔健康饮食的知识，嘛有推出健康护照，记录运动参饮食的状况，让囡仔维持健康。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嘉义市就业中心邀请脚踏车店的师傅，甲等伫路边的脚踏车做整理，送互一寡弱势的民众哦。唔那解决环境的问题，嘛帮助弱势。替脚踏车的状况做检查，要先找到爱修理的所在，等修理好势了后，就会送去予嘉义市的就业中心，予就业中心人员送予一寡要找头路但是无交通工具的弱势民众。来遮找头路的，阮得去评估讲，伊的状况啊，阮想要甲伊推荐去找头路，啊，毋过因为伊无交通工具，实在是因为欠这项，啊，就无法度去面试啊，所以阮得评估了，然后去上伊这个脚踏车。体力也没有说很好，所以就是对，只能找比较近的，对，然后让我有代步工具，然后可以去上班。这一台的脚踏车原本拢是无人要骑，但伫边仔家废弃脚踏车，为了要活化这的资源，嘉义市就有脚踏车店甲就业中心来配合，免费甲车修理好势，阮也方便弱势民众来使用，嘛顺续解决环保的问题。无爱车台目来回收，就一台到一台，10台车甲倒的，凡说倒2台当骑，安尼就会使啊。若搁较无够的零件，咱甲贴新的落。嘉义市就业中心表示，一台脚踏车对经济弱势民众来讲，会当增加因找头路的工作范围，会当减轻因体力的负担。目前到今已经修理18台车，送出去11台。希望透过这种方式，除了协助有需要的民众，会当鼓励因来使用就业中心的资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暗时，天顶有上生啊做流星雨，10点钟上侪是有150粒哦，唔免吊镜就看会到。另外，咱人观测火车嘛已经有60档的历史咯。台北市天文馆嘛甲中央大学合作举办特展，咱嘛做伙来看卖。一瞬一瞬白色的光飞过天顶，这是过去上制作流星雨的画面。台北天文馆表示，民众若想要看流星雨，就要把握这礼拜六暗时10点到礼拜天要拍曝光这段时间，通看到今年流星数量上侪的上制作流星雨。虽然拄到旧历11月14日满月，月光较强，较好观察，但是民众避免看往月亮的方向观测天文，就通减少月光的影响，流星雨就通看了较清楚。月亮起来的时阵，因也伫咧东边，你就往西边迄边看，安尼就较袂迄种
去用月娘干扰着啊。上济的时阵一点钟应该会有100外粒，啊，毋过受到迄月娘的干扰哦，差不多会减半。另外，人类观测火星自1964年美国的水手4号太空船传登来火星表面的相片开始，到达已经满60年。为着要让民众愈熟悉火星，天文馆嘛甲中央大学合作办展览。而且伫咧每年1月16日，通看到火星冲的天文现象，也就是讲火星、地球甲日头会连做一条线，是火星上靠近地球、上好观察的时阵。那火星冲呢，相对来说啊，就是比较近，所以你可以观测到地面上的那个地形会比较明显一点。比方说像上面有那个水手峡谷。我们从地球上我们地面上的望远镜，甚至是在太空中的太空望远镜，它所捕捉到的一些火星的影像，还有观测结果，是想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展现说这个火星这个星球的特色。这个火星特别展览除了通用看的，也有火车车操作，甲融入虚拟实境的 AR 体验，嘛会办旅行到火星的导览活动，望互民众通以互动的方式，入捌火星甲宇宙的奥妙。记者郭曾俊由台北报道。来看这克有17项世界文化遗产哦，包括一个有温泉的泉头，遐温泉会当浸，阁会当用啉的哦。浸温泉伫这克甚至是有健保的补助。记者现在人就位在捷克的卡罗维瓦利小镇，这里的温泉相当独特，还被 UNESCO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根据统计，捷克有17项世界文化遗产。卡罗维瓦利因为独特温泉甲悠久的古典文化，就伫2011年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温泉唔但应浸，真侪在地人游客佫会接来啉。We are proud of the fact that if you drink only hundreds of milliliters of the water, like here in Calivary, your body will really feel it in few minutes. You will feel better, and your body, if you drink there here the water for maybe 1 week or at optimum 3 weeks, and your intestines are in better condition and so on. And if you measure, for example, the content of sugar in your blood, you will lower, for example, cholesterol in your blood too. 觉得喝起来蛮像的，有点像运动饮料，就是气泡水跟矿物质的味道啊。Actually, I don't feel anything in particular. I just believe this could do some good to my body. 伫这小镇浸温泉，唔但是休闲活动，佫被当作医疗方式，甚至纳入捷克健保一部分。And he will decide if you are a good one to stay in spa resorts. It's covered if you have some heart problems with your body, for example, locomotoric diseases. It's covered by your stay. It's completely covered by state. 卡罗维瓦利每年吸差不多60到70万游客，每年伫这办的国际电影节，佫是中东欧的年度盛事，带动当地经济发展。By industry, hot spring mak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hotels, for sanatoriums, for pensions, for everybody. We are producing souvenirs, many products connected with hot water. We have many hotels here. We have many visitors, so tourism is very important here. 为观光医疗到食品业，温泉加做卡罗维瓦利产业链重要一部分，互小镇的健康旅游业正发展。唔但创造更加侪工作机会，各大乡捷克温泉伫国际的知名度。公视新闻记者刘玉婷，捷克报道。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华东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